你要配合他们的高度。哎，谁太高？哎，差不多，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这太低了，就刚刚那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吧，可以放在下面。我5两个5，我到这里了。骑马不会，骑过，但是没有，也算会吧。但以前拍戏也骑，但没有骑很快的，还挺紧张的，说实话，真的。他到这儿的时候那个没停，然后他帮我拉了一下，一开始我拉。